嗨，大家好，我是探评术，今天是2026年1月23号。这一期我們繼續胡聊胡適、胡指、胡威，還有胡一金老師今天可以說胡適做多的熱情被激發。雖然指數沒怎麼大漲，但是這個盤面是非常熱鬧，對金融消費者來說可以過一個愉快的周末。盤面非常活躍截至收盤，滬指漲 0.33%， 深成指漲 0.79%， 創業板指數漲 0.63%。你看上去漲幅都不大指數實際上是被國家隊主力死死的摁在地上，棺材板都壓不住了。但是個股那漲的是非常的兇猛这個北證50指數大漲 3%。為什麼說這個做多的熱情全面爆發呢？第一個是成交量再次突破3萬億第二個呢，個股漲跌漲得比跌得多，3491家上漲，1390家下跌。最主要的是一半的股票漲幅在 1.5% 以上，也就是一半的以上的这個咱們近似的理解就是這個散戶這個漲幅在 1.5% 以上，這不是還可以嗎？雖然指數被壓住了，但是這個板塊那是輪動電風扇行情，數只滬深300 ETF 盤中多次放量，滬深300 ETF 一方達成交額達164億元，創上市以來新高。也就是各種 ETF 都在放量，國家隊已經在有序的離場。這麼大的成交量是誰幹的呢？有媒體報道這個國家隊恐怕已經流出4000億，我是贊成的國家隊在這個時候它是3000點左右入場的救市那現在4200點左右，4100點，國家隊救市叫圓滿完成任務，順利的有序撤出這個市場，把籌碼給這些金融消費者，讓他們去玩嘛。國家隊再一次含淚把錢給掙了。等到指數再一次回到一個低的點位的時候，國家隊再一次奉命入場救市。這幾天國家隊一直在壓這個指數對吧，在拋這個 ETF， 拋銀行股，拋這個券商股，還有這個保險股，在有序撤出賣在人聲鼎沸時昨天咱們已經說過了我覺得這個指數很有可能到4600點。為什麼呢？很簡單就是按照 GDP 的 5% 來算， GDP 增速 5%， 那咱們指數增速漲幅就是 5%， 這樣方方面面都比較好交差，不容易犯大錯誤。所以接下來還有200個交易日吧，你算算吧，每天能漲多少？漲2-3點，平均下來現在國家队經歷了人家只能是拋籌碼，高位拋。但是你看現在這成交量這麼大，就是國家队拋這些游資，這些散戶，他們似乎已經抓住了這個監管的這個叫底牌。你不是要慢牛嗎？那肯定不能讓它跌所以說這個游資還有這個場內資金散戶熱情爆發，國家队按不住，那接下來就由人民日報出來喊話。所以要不了多長時間人民日報恐怕就要出來寫文章了，評論。也許評論都已經寫好了。如果人民日報喊話還不管用，那就監管又要出政策打壓。我仿佛看到了這個2017年、18年政府出手打壓房地產是一樣的。現在有很多人都等着這個50萬億存款2020年到期，能有多少萬億能進股市來接盤。現在各大媒體都在渲染50萬億天量存款即將到期，定存利率卻跌到1字頭，到期存款成了燙手山芋。怎麼辦呢？錢到期了，以前3年期利率 3.1%， 現在只剩 1.5% 左右。媒體報道有一位59歲的李阿姨感到有些無措，這種猶豫心態當下比較普遍。說天量資金遷移被稱為籠中虎出籠，歷史上每一次存款搬家都驚心動魄。98年市場化改革，房地產開閘，居民儲蓄逐漸湧入消費和樓市， CPI 由負轉正。08年4萬億刺激，轟轟烈烈，樓市開啟牛市，股市也上演反彈牛。15年到18年存款搬家，不僅利好樓市，更撐起了理財各類寶寶類產品和 P2P 網貸。這一次呢，天量存款到期會不會流入股市，甚至有人還懷疑要流入房市理由什麼呢？絕大部分人就說通脹，說你這個錢呢越來越不值錢。我們通常聽到一個例子，就是你看看，你要是上個世紀90年代你存個10萬塊，上個世紀90年代10萬那算是不少的錢了是一筆巨款。如果你把那錢存到現在，你看你才多少錢？也就是你跑不过通脹。這個看上去還很有道理實際上它這個裡面有陷阱。為什麼叫有陷阱呢？如果上個世紀90年代你有10
10萬塊，你一直存着，你到2021年你都是虧的，因为这段时间通胀厉害，最主要表现就是房价涨得太快，对吧？你上个世纪90年代90几年的时候，10万塊在北京你可以買個不錯的房子，但是你要存到2020年，你這個10萬塊你在北京廁所都買不了，實際上是房價在暴漲。那麼2020年到現在，你想一想吧，2020年如果你有100萬，你不花，你存着，你現在這100萬多值錢嗎？2020年你只能買個在北京啊，買個100平的房子，你現在可以在北京買個150平房子，對吧？這麼大的房子，200萬，2020年你只能大概買個3輛寶馬5，對吧？現在200萬你可以買個8輛寶馬5啊，你可以完全組個車隊，而且是最新版的。你這個時候擔心什麼通脹呢？房價暴漲的時候，對吧？那個時候通脹嚴重，這個人民幣就是你這個手上的現金，你要不花就在縮水。現在是在通縮。這個上海財經大學滴水湖高級金融學院教授院長姚洋他說啊，中國想通脹都難，你看 GDP 有什麼用呢？大家看視頻。你現在處於一個物價下降的過程中，你看 GDP 有什麼用呢？比如說我們去年經濟增長率可能5.幾，但是呢，這 GDP deflator 通縮就貢獻大概1.2到1.4個百分點，是物價下降帶來的增長。所以你看這個 GDP 它這個意義呢，它就小了很多。還有這出口還貢獻了大概1.1、1.2個百分點。國內的名義的增長啊，大概也就是2到2.5個百分點，就2%到2.5%，國內的名義增長。所以為什麼大家不看 GDP 增長呢？我們還是靠外需在推動，但去年這個驚喜，那今年我們是不是還得靠外需啊？但是你不可想象，中國的出口已經那麼大，4萬億，我們還要讓它以遠遠超過世界貿易增長的速度在增長，這是不可能的。全世界都盯着中國，說你們中國這對我們的衝擊太大了，不可持續的。那你另一方面呢，你靠通縮來帶動增長，這也是很奇怪的，那不正成了日本上世紀90年代嗎？所以啊，我們要更多的要看物價指標。其實我剛剛說的房地產價格不也是個物價嗎？就是你得看物價指標，一定得讓物價指標到正的這個區域裡頭。當然我不是說要搞通脹啊，我覺得中國人很有意思。現在我們都通縮呢，好多人擔心呀，我們別通脹了，所以我還得打一個預防針。不會通脹的，中國想通脹都通不起來。也就是專家告訴你啊，接下來想通脹都難，想通脹都難，意味着咱們現在在通縮，物價都在萎縮，對吧？所以錢越來越值錢，錢越來越值錢的時候，你就存錢是最合適的。所以不用擔心什麼放水，貨幣放水啊，說你的錢被稀釋了，那就杞人憂天，不用擔心。什麼時候房價開始漲了，什麼時候新能源汽車，對吧？那個電車的價格在漲或者不跌了，那你再考慮什麼通脹，考慮你的手上的錢在貶值。至少這5年6年的吧，從2020年開始，你手上的錢一直在升值，錢在變得越來越值錢。說這個什麼意思呢？說這個就是說今年啊50萬億存款到期，毫無疑問只會接着存。我們再看看這個監管啊，現在又出手了啊。首先是中國經營報報道啊，鼎信通訊高管涉嫌短線交易被立案。近日鼎信通訊公告，公司收到董事兼副總經理袁志雙通知，其收到中國證監會出具了立案告知書，因涉嫌短線交易公司股票，中國證監會根據證券法、行政處罰法等法律法規，決定得其立案。本次事項係對袁志雙個人的調查。這個高管也有意思啊，這不就是個草台班子啊？自己還短線買賣自己的公司的股票，他是董事啊，錢沒掙到啊，很有可能叫莫一罰三。最貴 ST 妖股實控人被刑拘。2026年1月19日，左江科技公告，公司實際控制人詹軍因涉嫌違規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已被刑事拘留啊！這回玩真的啊，用刑事手段呢，這才叫真的，對吧？你去坐牢。2025年2月，因虛增營收和利潤導致財報存在虛假記載，左江科技及詹軍分別被北京證監局處以500萬元、250萬元罰款，詹軍還被採取5年市場禁入措施，現在啊還要去坐牢，已經刑拘啊！這個左江科技可是大牛股啊，因蹭上 DPU 概念股快車，也就是數據處理器啊，從2022年4月29日開始，左江科技股價一路飆漲，甚至在2023年5月被披星戴帽後，也就被證監會啊立案調查以後，股價不跌反漲，並於2023年7月14日漲至最高299.8元每股，就是300塊，太瘋狂了！這是當年的大牛股啊，左江科技股價上漲835%，漲了8倍。
該股被市場稱為史上最貴的 ST 股，已經退市了啊！你說有多少散戶，多少这個金融消費者被埋在裡面？所以這個实控人抓起來啊都不解恨。還有一則消息啊，叫私募大佬李新春被10年禁入證券市場。近期山東證監局披露的行政處罰決定書揭露了立德資本管理有限公司多項嚴重違規行為，該公司因挪用資金、基金財產、開展資金池業務等4大違法事實，被處以310萬元罰款。實際控制人李新春作為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被給予93萬元罰款以及10年證券市場禁入嚴厲處罰。這一結果在私募行業引發廣泛關注，也凸顯了監管部門對資本市場違規行為的零容忍態度。這個罰款沒用啊，只有抓人才管用，讓他進去登2年縫紉機、3年縫紉機。我們再看看胡锡進老師啊，胡锡进老師最近為這個預制菜啊也是操碎了心啊。这个最近因為這個西貝啊跟羅永浩這事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這個人民日報啊連發4篇評論文章評論這個西貝、羅永浩。我大概看了一下啊，這個人民日報也挺有意思的，一會兒各打50大板，一會兒又說這個平台扯東扯西的，一會兒說這個賈老板啊就是西貝啊不夠坦誠，一會兒又說這個羅永浩對吧，作為公眾人物什麼不謹慎，大概這意思啊，搞得這個賈國龍啊西貝的老板誠恐誠慌啊。人民日報一批評他，他馬上就改正學習。關於這個西貝的預制菜啊，關於西貝跟羅永浩2個人這個唇槍舌劍你來我往，人民日報這個評論可以說啊連發4篇評論，但是不在點子上面，看似客觀公正，但實際上他沒有抓住要害，反而啊這個北京電視台啊對這個西貝事件的評論呢，我覺得才恰到好處，也就是說到點子上了。大家看視頻啊。虧5個億關100家店，回應人民日報的15個感嘆號，真的是不得不讓人感嘆，雪崩的時候沒有一片雪花是無辜的。羅永浩的吐槽不是壓彎西貝的最後一根稻草，只是觸動了關鍵位置的雪花。雪山之上早已經堆滿了急於上市的浮躁，漠視消費者的傲慢，還有背離商道的投機。和氣生財講究的是買賣之間的坦誠相待、情理相容。事件爆發之後，西貝反其道而行之，面對質疑不溝通，擺架子放狠話，把消費爭議拉爆，變成了情緒對轟。從北京西翠路的金翠宮到六里橋的西貝莜面村，我一直就是高粘性食客。作為資深飯票一枚，說實話，最近幾年它確實不再是我的無腦選擇。人均150塊錢的消費，想吃的除了名廚釀造、熱鍋現炒，更是對等的尊重和透明的誠意。而當這份信任變成了可以透支的籌碼，默認選項換來的是被算計的寒心，最終炒糊的只會是自己的招牌。這場風波裡，羅永浩是一名普通顧客，但也是手握流量的公眾人物。吐槽本意是推動預制菜標注的規範建設，但是公眾人物的情緒加上企業強硬，就硬生生的把行業議題變成了2個人的隔空拉鋸，對立情緒被無限放大，理性討論被擠壓空間，敲鐘變成了點火，讓本可以推進的行業規範模糊了焦點。當然，這終究只是導火索，而不是炸藥本身。唯天下之至誠能勝天下之至偽，說白了就是真誠是永遠的必殺技。這一點胖東來是悟透了。同樣是面對消費質疑，他總是第一時間坦誠認錯，詳細的調查報告，實打實的退款補償，全流程的整改方案，都能把危機變成信任的加分項。反過來，西貝初期強硬否認、甩鍋、被污衊，後期道歉卻帶着鬥鵝式的委屈，作秀式的開放後出兒戲般的刪改聲明，把誠信2個字真的是踩了個稀碎。這不是一個品牌的泥潭，而是消費、營商、輿論3方的困境。對於顧客來說，花了錢就應該有明明白白消費的權利。預制菜不是原罪，工業化所先也絕非拖累。但是把央廚的預處理半成品包裝成現做風味，用高價收割信任，就是對消費者的背叛。從營商角度來看，金杯銀杯不如口碑可不是一句空話。餐飲行業當然可以擁抱工業化，追求資本化，但是不能以犧牲消費者的信任為代價，捨本逐末的擴張，透支的是品牌的生命力，漠視民意的傲慢，最終只會被市場用腳投票。
而在輿論場，良性的舆論監督從來就不該是情緒對轟的罵戰，而應該是推動行業進步的理性聲浪。公眾人物守住責任邊界，平台守住客觀底線和真相準繩，真正的問題才不會被口水淹沒。人間煙火氣最撫凡人心，餐飲的根本在灶台邊，在舌尖上，在誠和信的商道裡，5億虧空，百店關停。與其說是被輿論打敗，不如說是被自己的傲慢和浮躁打敗。人心是最好的生意，信任是最大的財富，和假老板們共勉。這個北京電視台這個評論呢，可以說比這個人民日報啊水平要高出不少。這個人民日報它主要是沒有堅持自己的這個重大理論呢，就是高質量低質量，偏離了這個高質量低質量這種，对吧？2分法辩證法，所以這個感覺它的評論呢就可讀性啊就差得多。為什麼說胡锡進老師呢？胡锡进老師今天啊又發了個長篇大論，就是說的就是預制菜。胡锡进老師這個評論很長啊，他說我覺得啊。他先說他現在已經不在路邊的小餐館吃飯了，不衛生。他周圍的人啊，就是胡锡進那個階層的人啊，都喜歡在商場裡面的那些大的餐館吃飯，就是像商場那個大餐館裡面要稍微啊乾淨衛生一些，要整潔。而且胡锡進說了，方便停車，你商场下面有個停車場，路邊的店啊吃飯不好停車，這是胡锡進老師說的啊，也是實情啊。所以說胡锡進老師就是說路邊的那種啊店他就不怎麼去了，他一般吃飯親友聚會都是選擇商場裡面的那種餐館，那不就是西貝嗎？西貝很多餐馆就在商场裡面。然后他自己也說啊，他每次到商场这些餐馆裡吃飯，感覺菜上得很快，所以他也懷疑這就是預制菜，要不然這個燉個豬蹄子怎麼還不得半個小時啊，1個小時是不是？結果他10幾分鐘就來了，就這意思啊。胡錫進老師說啊，他說我覺得啊，我本人和我周圍不少人對預制菜擔心沒有互聯網上表現的那麼大。麥當勞、肯德基吃了30-40年，最早他們進入中國時都是餐飲裡的奢侈品。我記得我年輕時，人們請客聚會有不少就是在麥當勞裡。在我以往的觀念裡，預制菜與標準衛生往往聯繫在一起。對現場爆炒的懷念，有一部分是舌尖的追求，還有一部分是對文化煙火氣的眷戀。老胡希望不要把對預制菜的爭論搞成一種恐慌，這種恐慌的真實度不高，其中至少有一部分是輿論搞出來的噱頭。一定要吃純現炒的菜，最好去遠郊小縣鎮上的獨立餐館，那是一種比較特殊的文化嗜好和情懷，並非大多數人日常或節假日休閒的實際追求。大商場裡菜品說實話挺好吃的，比家裡純現做的往往還好吃。預制不預制，至少沒有對我本人和我周圍的朋友造成什麼困擾。這是胡锡進老師啊，他現身說法，說他那個階層，對吧？他身邊的朋友對預制菜的一個態度。我覺得胡锡進老師這說的沒錯啊。實際上預制菜不是洪水猛獸，我記得剛出來的時候很多人批判他，我在網上我也做了節目，我是力挺預制菜的，網友應該知道，很多粉絲看過節目都知道，因為我認為預制菜啊，它才可以解決食品安全的問題。滿大街，对吧？那些小餐館你管不了，你那管的成本有多高啊？如果以後都是預制菜，預制菜就幾個品牌或者10個品牌、20個品牌壟斷了，那這監管就好監管啊，它就幾個中央廚房。也就是說啊，食品安全就有了這種叫可監督、可執行。另外，這個預制菜是農業，對吧？走向工業化、資本化的必由之路，也就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這個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它會便宜啊，而且它安全，到時候对吧？這管好了，食品安全能管好，那你说它不就是成了个必然吗？不以人的意志为轉移啊。所以我以前我就支持預制菜。有很多人就說啊，不能讓學校的孩子吃預制菜，不能讓什麼青少年正長身體吃預制菜，那都是杞人憂天。如果預制菜反而更安全，為什麼不能吃呢？無非就是好多人他腦子裡想象的啊，你那個菜是1個月前做好的，拿個袋子一裝，或者現在一熱給我吃，受不了，這個才叫老登思想。但是我認為胡錫進說的不在理在什麼地方呢？也就是說，隨着時間的推移啊，越來越多的人對預制菜這個實際上他沒感覺，他就不像以前那麼恐慌。就是很多人啊莫名其妙的吃了好多預制菜，他不知道，對吧？你要不說他也不知道這個漢堡包、麥當勞什麼肯德基是預制菜，對吧？那臭鳜魚那還是一道名菜呢，那不是也是預制菜嗎？那
老乾媽那更是預制菜，預制的多了，很多人慢慢的就接受了，他说原来这都是預制菜，所以他对預制菜这個沒有感覺。問題在哪兒呢？問題是透明，對吧？你對消費者要透明，就是告訴消費者我這是什麼東西。消費者腦子裡有一個概念叫現炒，對吧？他看見那鍋啊，起鍋燒油，然後滋啦一聲，然後那個冒着煙火氣，對吧？菜下鍋一頓爆炒，這個人腦海裡這東西，這是一個概念。然後你非要在那矯情，對吧？說啊，這個是預制菜，那個不是預制菜，我這麼做法就是你們腦海裡面那種叫什麼煙火氣，就是爆炒，這叫不誠信，這叫欺詐，對吧？只要你不管你是西貝還是什麼中餐廳，你把你主要的菜，因為你的菜就分幾大類嘛，涼菜，对吧？那估計是什麼樣的一個做法？熱菜，對吧？燉的菜、煮的菜、炒的菜，有的餐館就主打所有的菜全部是現場烹飪，所有的菜、所有的工序、所有的加工都是現場加工，有這樣的吧？那有的餐館就說，对吧？我最後一道在這兒加工。你要說所有的菜都要現場加工，那臭鮪魚你是吃不了了，因為臭鮪魚那玩意兒醃制要5天或者7天，你在那等7天嗎？我們中餐最大的問題就是標準化，就是工業化，因為中餐品類太多，是吧？太複雜，五花八門，各種工藝、各種做法，花式繁多啊。胡進說最後老胡想說，工業化一些元素進入餐飲行業，這是擋不住的過程，而且我覺得它未必就不好，至少去餐館吃飯，如今上菜的時間快多了，而且商場餐館出食品安全的幾率大大降低了。他這個觀點跟咱們是差不多的，對吧？希望這次討論能把事情徹底理清，但也不一定非要7疑問8質疑，把預制菜當成現代餐飲的原罪說。我們每個人都經常去大商場裡餐館吃飯，讓我們相信國家最終出台的權威標準，同時開開心心跟着感覺走。這個純粹就是有點亂說了啊，也就我看最近不是要出台什麼預制菜什麼標準嗎？什麼討論，這個就純粹把問題搞複雜了。你最後搞個標準出來，肯定是跟那個新版電動車是一樣的，到时候餐館都不知道怎麼幹了，餐館就要賠錢。按照這個國家制定的預制菜標準，那餐館炒出來菜沒人吃，一定會出現這種現狀。你國家規定中餐怎麼做，你這不就胡扯嗎？這純粹是脫褲子放屁。國家就管食品安全就行了，對吧？你这裡面不能加什麼，對吧？你就管食品安全就完了。至于那個菜它是3分鐘還是5分鐘，對吧？是怎麼製成放哪兒，這本來就不應該管，這個就應該讓老百姓讓消費者自己拿腳投票，對吧？也就是要求商家標明就完了，你這玩意兒怎麼做的？主管部門只管安全，食品安全，对吧？我也不管你是怎麼做的，但是你最終做出來之後，你東西，對吧？裡面有沒有毒，有沒有微量元素，對吧？有沒有什麼超標等等，就管這個。只有你是，對吧？你臭鮪魚醃3天還是醃8天，那是你的事情，我管得着嗎？所以國家就不應該去搞個預制菜這個概念出來，這預制菜這個概念就應該把它淡化，對吧？預制菜說來說去是一種工藝嘛，是一種工業化過程，你有必要把它搞得那很多菜還有半預制菜。總之我相信如果有關部門搞什麼預制菜標準，結局就是中餐館再倒一批也就是到現在為止，西貝問題出在哪還不知道。西貝它問題不是出在跟羅永浩吵架，也不是出在他那個預制菜上面，還是北京電視台人家評論的，對吧？還是一個誠信的問題還是個消費者的情緒，對吧？消費者認為你騙了我，那你就得誠懇道歉。我們消費者天天喝地溝油都不在乎，吃那個紙殼子做的餡兒的包子也不在乎，那怎麼可能真的在乎預制菜呢？在乎的是態度，在乎的是我們是顧客，我們是上帝，你居然騙我，不就這意思嗎？这個政府把食品安全抓好就行了，口味就別抓了，好吃不好吃那也不是你的事，那些都交給消費者。好，這期節目咱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